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subscribe 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同 Facebook page，有咩節目建議或者想我講邊啲議題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反宏福苑嘅情況，雖然火災發生咗一段時間，但災民面對嘅困難並冇因為時間過去而減少。反而係另一種形式嘅壓力慢慢浮現。宏福苑重建當然重要，但我認為災民而家最需要嘅係生活支援同心理輔導。火災之後，唔少人失去咗家園，甚至親人，情緒低落，生活無着落，呢啲都唔係一兩個月可以處理得晒。最近有新聞報道，一位協助宏福苑災民嘅社工，而因過勞不幸離世。呢單新聞真係令人心痛，佢應該唔係第一個，但希望係最後一個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支援災民唔只係物資咁簡單，仲包括人手、制度同埋協助空間。我記得火災發生初期，坊間有唔少教會、義工團體都想入場幫手，無論係派物資、陪伴災民、做心理支援都好。但當時政府只容許指定團體同關愛隊進入過渡性房屋，其他人就算有心都要經過層層申請，甚至被拒絕。我自己都有同幾間教會傾過，佢哋本身有社福部門、有義工、有資源，完全有能力提供支援，但因為唔係合作單位，只能夠喺屋苑外圍做啲間接支援，入唔到去。尤其係心理輔導方面，災民情緒低落，最需要有人傾訴陪伴，但而家社署社工人手明顯唔夠，點樣應付得晒？根據政府資料，截至2025年12月，超過1400戶、3200名災民已入住過渡性房屋，包括善樓、樂善村、啟福居等。呢啲項目由房屋局聯同善道會、樂善堂等 NGO 合作營運。支援方面，政府主要透過合作機構提供物資、交通、醫療、心理輔導等服務。企業如信和、煤氣公司、電訊盈科都有參與支援，呢啲係值得肯定嘅。但問題係，教會同其他民間團體若想直接入屋協助，必須經官方協調或取得許可，唔可以自由出入。即使你有心有力，都要等配對、等批文，甚至最後都唔批。教會同民間可以點做？我建議幾個方向：一、想提供物資，可以透過政府嘅物資登記平台登記，等配對；二、想提供人手或服務，可以主動聯絡房屋局、社署或者現有合作 NGO 表達合作意願；三、間接支援，例如喺屋苑外設支援站，提供心理輔導、法律諮詢、兒童活動等。四、最重要係透過議員、社區網絡、媒體推動政府開放合作機制，提高透明度。我明白災後初期需要統一調配，避免混亂，但而家事件已經過咗一段時間，係時候檢討制度，放寬限制，俾更多有能力、有心嘅團體參與。尤其係心理支援方面，唔係每個人都可以等到社工，亦唔係每個人都願意開口陌生人傾偈。希望社署可以聆聽民間聲音，喺制度上作出調整，俾教會、社區組織有空間參與，真正做到以人為本，唔好浪費咗社會上咁多有心人嘅力量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留言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下集再見。